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将注视100岁，利益众生；美国国会两党在西藏游说日举办联合新闻发布会；藏人行政中央策略规划小组召开第4次会议；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圆满结束对台湾的访问行程。副议长卓玛4人会见瑞士藏议市长郎杰港雄仓，驻澳洲代表拜会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联合主席。纪录片《永不忘记西藏》在英国伦敦上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西藏之家基金会和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下属木苏里分校的学生、员工、历届毕业生以及潘奇玛丽分校的历届毕业生和前职业学校毕业生共同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了他将注视100岁以上，继续利益所有有情众生。尊者表示，因此我会发愿让自己长久住世。你们在这边举办法会的同时，也好好殷重的回向发愿。以我个人，我也会认真专注且殷重的发愿，愿自己能够长久住世，活到100多岁。我会这么的发起心力来去发愿回向，为了教法和众生，以全方位的方式途径来去带来利益和帮助。以我个人的身体来讲的话，我身体健康非常好，我并没有什么不适的状态，除了膝盖以外，要不然的话，要摔跤的话也是没问题。此外，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上周二3月28号举办题为“保护西藏，对抗文化灭绝、强迫同化和跨国镇压”的听证会后，美国国会两党的代表随即在国会大厦三角区举办了有关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作为美国2023年西藏游说日的一部分，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4名两党共同提案人，即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众议院规划委员会排名委员吉姆·麦戈文、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杰夫·莫克利参议员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托德扬参议员，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理查德·基尔相续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了该法案。与此同时，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理查德·基尔、该组织的临时主席布琼次仁和丹曲嘉措，以及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和华人联络官次陈嘉措在内的藏人代表会见了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期间，前议长听取了有关西藏游说日和西藏法案的介绍。同样，在克里斯·史密斯议员的安排下，上述藏人代表在美国国会大厦拜会了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期间，理查德·基尔和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向议长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和与西藏有关的立法事宜。当天，藏人代表还会见了新任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并向他介绍了美国国会两党提出的有关西藏法案的最新进展，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另外，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嘎夏成立的策略规划小组于本周四4月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了第4次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将跟进前3次会议通过的相关事宜的执行情况。此外，与会成员还将讨论正在进行的策略方案的进展，
并根据该小组的目标审议未来的相关措施。会议由司政边巴次仁主持，与会成员包括前部长丹巴次仁、前部长中琼欧珠、达赖喇嘛尊者的前特使格桑坚参、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安全部秘书长嘎玛仁钦、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嘎玛曲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以及嘎夏秘书处的政务秘书长扎西嘉措和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华人事务秘书长才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和秘书长嘎玛曲英于上周日4月2号圆满结束对台湾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在访问台湾的最后几天的时间里，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在驻台代表格桑坚参的陪同下，于3月30号在台北拜会了台湾民族基金会执行长黄玉玲先生。在长达1小时的会谈中，诺增卓玛部长对台湾民族基金会长期以来资助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项计划和项目，特别是对驻台办事处所给予的支持表达了感谢。黄玉玲先生则赞扬了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先生访问台湾的举动，并表达了他对当前西藏境内紧张局势的声援。当天下午，诺增卓玛部长在驻台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的陪同下，拜会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院长萧宗煌先生。与此同时，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先生于上周五3月31号上午，在驻台代表的陪同下，拜会了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荣章、苏立琼委员和执行秘书苏瑞慧等政要。继拜会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后，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于3月31号上午拜访了台北市议会，并与议员苗博雅、林亮君、林延凤、许淑华、何孟华和吴佩益等议员进行了会晤。驻台代表格桑坚参、秘书长弥久玉珍、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等陪同拜访。当天下午，诺增卓玛部长在驻台办事处的佛堂与台湾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团体及西藏友人进行了会面，并进行了交流互动。4月1号中午，诺增卓玛部长出席了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举办的午宴，随后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和理事会成员以及居住在台湾的藏人进行会面。4月2号，部长和秘书长出席了台湾各界为第41任萨迦法王赤谦仁波切和第42任萨迦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举办的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会晤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此外，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还于上周3月29号上午在台北参观了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纪念图片展。当天晚间，在台北出席了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举办的晚宴。在圆满结束对台湾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后，诺增卓玛部长和秘书长嘎玛曲英于4月2号晚间离开台湾。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率领在台藏人民众在台北桃园机场送行。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于上周四3月30号在议会秘书处会见了来访的瑞士苏黎世州梅伦区奥特维尔市藏裔市长郎杰冈雄仓。郎杰冈雄仓的父亲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汪冈雄仓，以及他的母亲仁增曲珍陪同参访。在会晤期间，副议长卓玛次仁祝贺郎杰冈雄仓担任瑞士政府的要职，让全世界的藏人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冈玛森格于上周四3月30号拜会了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联合主席迪安·史密斯参议员，祝贺他担任这一职务。迪安·史密斯参议员是在国会议员沃伦·恩奇辞职后担任联合主席一职，此前他是该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由英国知名导演尚保罗·马丁内斯执导、澳洲基斯梅特电影公司发行的纪录片《永不忘记西藏》于上周四3月30号在英国伦敦的博罗区的影院上映，受到英国各界民众的关注。这部纪录片详细描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流亡印度过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尊者在逃亡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互通的密信。该片还收录了由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拍摄的稀有照片等珍贵影像。电影制片人兼导演让·保罗·马丁内斯在放映会上致辞时，谈到了他为拍摄这部纪录片而进行的冒险之旅，以及他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经历。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在致辞时，与观众分享了他2周前在达兰萨拉觐见尊者后带回的有关人类一体性方面的信息。特邀嘉宾迪帕克·乔布拉博士讲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并对尊者作为全球和平、慈悲和智慧的使者所做的贡献表达了敬意。纪录片放映后，在萨迪·弗罗斯特的主持下，迪帕克·乔布拉博士和保罗·马丁内斯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问答。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